唱歌。有差。对，因为16年来第一次表演的时候是喝热可可。以前我们一定要喝冷的太平的，现在哇老了膝盖都会痛的。祝福各位新年快乐！我刚刚好像有看到瞄到有观众没有，他想要尖叫，回来他就变拍手。没关系啦，没关系啦。因为大哥鼓手需要你的。鼓手需要你的拥抱。哎，他的嗨嘿好像坏掉了。嗨嘿就是一个专有名词，叫做嗨嘿，哎，就是那个请听那个。我们是那个吗？庙会专用的。没有庙会的不用，庙会的是董快。头发哦。那接下来就带来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。寿命有点短了，我们这个乐团。真的是热可可的哦。真的是热可可。我下一杯点不一样的可可乐。我觉得17周年的时候，我们要挑战姜母鸭。真的上。你们要不要看我们一边吃一边唱刚刚那首歌？那个舌头会变牛舌呢。我先讲一下我们怎么成立的好不好？中华民国96年12月7号，那时候我跟我右后方这位仁兄老祖，我们2个，成立这个乐团。那时候只有我们2个人，对。然后我们是因为参加全国大专生原住民大专生的一个活动认识的。然后原本要跟我们一起，就是塞隆我们要成立这个乐团的人，他叫郎润，他叫史忠良，对。这个又跟我们的鼓手有一点渊源。他姓史。对，他姓史，对。然后他本来说他一直说要成立一个乐团，他说阿廖你们的音乐真的可以了，享誉国际。其实我们还没有做歌的，享誉国际的这样。然后我们就傻傻的，我们就因为酒精催化之下，然后我们就有想要成立这个乐团这样。然后我们成立了大概2年才接到第一场演出吧，我记得好像是啊，对，还有一个团长，我们第1代的团长也是对啊。然后他说要练团，结果他自己没有来，我就打电话给他，不是要练团吗？他就说不行，我现在在东华大学打那个西基杯排球赛。我说到底关你屁事？他说没有，这个排球赛没有我不行。然后就留下我跟他，然后还有当时我们第1代的鼓手这样，然后一直到现在第16年，准备迈入17年这样子。然后中间陆陆续续有少华，然后基洛，不对，对不起，颠倒了，基洛、少华、老外，然后最后是我们的那个老外这样子，对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我们走过了风风雨雨，来到16年，是不是给我们掌声鼓励一下？16年了，不容易了，对，真的。大家在这16年当中也是经历过一场又一场的婚礼。没错。孩子也是一个一个又接生出来。孩子接生孩子嘛。生出来，老大接生老二。对啊，然后我们还差一点去法国，2010年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比那个原贝第1届原贝大赛拿到冠军，然后那个有一个评审叫阿力，跟我差1个字，他是法国人，什么法国5大唱片公司的总裁还是副总裁去了，就突然呢，我们表演完拿到比赛完冠军的时候，他带他的翻译到后台找我们呢。对啊，就吓死我们！他说现在立刻就是要跟他去法国这样，然后5年培训，要把我们变成全欧洲最红的乐团这样子。对啊，结果后来我们没去。说我们有志气。但是后来因为我们要去会后会，没有想接你，没有，老板一直打电话过来的，对来不？法国是现在暂时放一旁。不晓得那个搞不好那个唱片公司老板在等我们10年了。好了，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哈。刚刚那一首歌叫《潜水》啊，就是那一年拿下冠军的歌曲了。对。你们没有反应吗？谢谢各位。我发现好像右边的比较嗨一点，因为是加水了。听起来应该有6罐了。好了，接下来带来第2首歌曲哦，真的蛮热的，很久没有来小。